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晚嘅《福喜来呢个节目。今日同你嘅客家乡亲呢，去到新北市来看展览呢，看乜嘅展览呢？哇，非常嘅精彩吼，又好看嘅啦，又看起来动好食嘅吼。一开始，这个绕墙嘅係 A B 今嘅來賓，佢係來自新北市客家文化軟體嘅小健，歡迎。大家好，我係新北客家嘅小健，大家好。耶，歡迎！哇，看佢真後生哦，唔過也拜啲這次嘅展覽，其實投入了青島嘅心力。今日繞牆咪嘅非常創作嘅角色吼，到了拜嘅展覽，哇，非常嘅厲害吼！佢係馬莎咧，佢係呢個蜜會欣賞，歡迎。大家好，我是插腳國小染房專聘的老師，我叫美惠，很高興來到這裡。耶，歡迎欣賞。今日嘅繞牆嚟形容係呢個欣賞阿水兒。大家好，我係插腳國小嘅阿水兒。豆粉魚來到呀！歡迎老師分享。小健係美濃嘅客家語，對不對？然後美惠姐啦，哈，美惠老師唔係客家語，可是因為跟我們客家緣分很深，對不對？這兩個哈，第一點就是我們的老師是美麗嘅客家語。嘿，你看哦，阿愛係幸福嘅客家語講回流，所以我們真的來自不同的地方哈，然後在這裡一起分享。重點從點係嘛？改的新嘅開始到2月底2月29，今年29哈，我們有一個在新北市客家文化軟體就在展覽2層樓，我們的2樓特別做嘅就是藍染的展覽，看他們身上這一系列的藍色，就知道跟藍染有關。有請阿小健先簡單來講一下。其實日擺啊，做日擺嘅展覽吼，有咧輕重點嘅就係，其實上開藍染有千久嘅歷史。錯。係啊，我哋做嘅時節，其實我哋咧想用嚟創新，要加呢一些創意。因為我哋新北客家其實從2018年開始，我們就有補助同插腳國小合作。係啊，他們每一年去沙丁要做乜嘅，像有做綁染啊、縫染，還有像今年又做蠟染，對，係啊，我們就結合他們的專長，我就想，其實作品按多、按精彩、按豐富，我又想藍染以前啊，那布都是垂下來，都很歷史、很傳統，很藝術，很藝術，我想法就講。有沒有一種可以把它打造那種沉浸式的款啊？像無印良品、IKEA 的想法，故說來讓青島插腳國小的老師來聽出來做日擺的展覽。對啊，我們已經知道藍染其實係一種乜嘅 DIY 啦，手的溫度啦，太自然啊，環保啊。但是我們總覺得好像距離我們有一點遙遠。嘿，我就做到輕高級嘅乜嘅圍巾，嘿，講去送禮的時候也可以做啲送俾乜嘅外國朋友。唔過日擺冇強咯，唔過輕貼片嘅嘿，我們為什麼是跟國小一般都是像藝術工作坊，可是這邊 TPA 係國小哎，看兩位老師誰都可以來分享一下。對，其實我們一開始是在學校裡面呢，我到插腳國小的時候，一開始我是一個家長，對，然後後來就先進來講故事，那講故事了之後又在那個圖書館裡面工作，那時候剛好染房就缺幫手，於是我就進到染房裡面去打雜，好，這就叫打雜。對，可是幫着，後來就覺得說，我們這個特色課程啊，其實是很好。我們高年級、5年級的學生，老師會帶着5年級的學生到山裡面去採這個大金、山蘭、馬蘭，就會原料。對，這個植物，把這個植物採回來呢，那我們就做浸泡，然後自己製成藍靛。做成藍靛了之後呢，帶着學生養缸照顧它，好，然後再讓孩子就是畢業的，他們6年級的時候就可以手染一件自己的專屬的畢業服。我們這個課程其實已經推了很久很久。這算不算是插腳國小的特色課程？可以這樣說，一般學校很少哎。對，那也是因為在三峽，也係因為喺三峽，然後有按用嘅歷史，就小健講嘅，有按用嘅歷史，按用嘅 TC 才可以融到那個在地，等於是在地的特色融到在地的小學裡面。是，對。然後一開始是媽媽家長的省分一批在下邊欣賞哎，啊，小朋友學完之後就會有很多作品，對不對？對。哇，沒有想到現在反而可以辦展覽了，是這樣的一個工廠。是。其實我們一開始進來的時候，我們也是
是就是因为一开始是协助的角色嘛，那所以慢慢久了之后呢，就也需要出来带学生做一些事情，就觉得自己能力很不足，所以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就请校长这边，就是我们一直想说能不能找专任的，就是专业的老师进来，所以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申请到新北客家局的专案补助的这个补助计划，所以我们就请了2位老师陈龙静跟郑丽雀老师进来插脚里面教我们的志工跟老师们一起来研习这个蓝染的技艺，让这个技艺可以更生根。那我们的能力有长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而教孩子更多的技法。所以呢，我接了这个工作之后呢，本来一开始就是只有学生就是做简单的扎绑啊，那我们就从1年级开始，简单的用橡皮筋、绳子啊扎绑，然后2年级，然后再进入一些夹具，总之就是看着学生的能力，把这些技法加进去。那这2年呢，这近2、3年来，我们就是6年级，我们就让孩子挑战缝，所以呢是。学生的分享是说，因为在家里也很少缝，几乎是家里没有针线，所以我们就全部工具都帮学生都准备好，线他也带回家，针也借你带回家，然后就是缝一件。可是缝完之后，学生都特别有成就感，然后连家长也觉得说，啊，真的是缝啊，临行密密缝啊，针皆辛苦。对对对，那个有两年哈，他做的有安尼设计。是某同样的图案哦，就是欣赏你让他赏图案用，你那个是用缝的吗？我这种很多种技法，这是扎的，呵呵，我迪嘛，因为大家都可以绑啊，对不对？所以意思就会让你的省空跟赏夫其实有青豆跟技法叠在里面，反正有一种图案是学生用缝的，对，懂。其实按有糖艺了就会给按有个钩场，学生现在也开出一朵花了，对不对？也越来越有成就感。哎，我觉得这个可以聊很久，因为这中间一定有很多故事。欣赏面越来越厉害。开卡就变转改，讲的这种东西哈，俺入去考业考场都冇同样的。哦，俺都俺当第一个哦，原来俺都做的来呀，啊能捏散肤哈，哇，拿来擦起来做那个东西。懂。像我去年的学生的啊，俺就做束口袋，束口袋唔咩按你做听听咯，要拿个整擦你擦呢。哇，其实学生也越来越有成就感，越做越复杂。对，我们是想越做越棒啦，但是你要用的一个比较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越做越难，越做越复杂。可是正面就是越做越多，而且越生活化。对，真的，你可以是赏福抽，你可以只有什么？你刚刚说的这个。围巾、黑某就会垂挂式的这种装饰品，你怎么可能在家里客厅一直垂挂一个蓝染呐？黑没？可是为什么今年呢做一只包包？哇，今年要做一只包包，挑战一个包包。过说亚拜糖贡安有个展览，其实是真的很生活化。这修田贡就是一个比较像是有点缝。黑某就会躺哈，还有那个石板岩，对不对？就布置的很像是，就是医师就会讲，其实蓝染安有个东西不是这么的不生活化，你可以穿，你可以这个是，你看你可以袋子，对，当袋子，黑某就推耶，而且那个感觉上就是餐具袋，黑某就会茶席。茶席哦，对，哦，然后窗帘呐这些。门帘、窗帘，嘿，所以古时候亚拜黑公去看展览的时节，就做对看到像阿水欣赏讲按用的东西，看来懂多元、不同样的蓝染。那感觉上你们应该要先叫这个 Silken 也做一下，感觉上他好像没有在做，对不对？干嘛有做过了？但是负责在叮咛跟策展的这个人，不过你要做，你看，因为刚刚这个美惠姐公都哇，孩子们都做的这么的开心，这样子。啊，现在也真的发展成你们学校的一个特色课程。对。还有什么特别要分享在这个展览里面？对，比如说你们入口是不是有个挂画很大型？我们这一次在入口的3幅的主视觉的作品里头呢，我们是用蜡染的方式去呈现它，所以我们就把客家的元素跟早期客家的农耕生活给加进来。哦，对，所以我们上面在图案上面，我们把有农耕。插秧种稻，还有一只牛在耕田，好，然后呢，就是那染那个不是染是腌福菜，然后油纸伞，
哎，这个也在布上吗？对芥菜啊，没有那个芥菜，芥菜鸡汤是很好喝啊。对，破吹对客家人来讲很清楚的一个菜哎，对，塞吃哎，对，而且它好像还有这个，你知道祖孙子阿公有没有？它有一个系列有没有？对，然后还有采茶。哦，那当然也画面里头当然也是把我们的那个大金，好，就是这个原料，就是蓝染的原料，然后还有油桐花，全部都加到这个画面进来，就一进来就有一个三幅非常大的。非常主视觉的意象，看到客家种的文化啦，从闽南的油纸仔啊，新埔的柿子、晒柿饼的，都有用蜡染的方式呈现出来。就大家看到，哎，新北客家行里来，就看到全台湾的客家文化。哎，我觉得你们3个人在这边分享一件事情，眼睛都有光哎，对，就是这个眼神是有光的，觉得好像做得轻，辛苦会挺手感，因为办展览总是辛苦的，不过还是很有成就感，对不对？是。好，所以应该也很多人去看展览，什么？係啊，還有一些鬼島法通啊，每個禮拜的拜六拜日攏有辦理職人的進駐的法通，係啊，就會大家做啲哦，嚟一片做 DIY， 啊，嚟一片撩係當嚟看展覽。對，矮時亞哈三峽也是一個觀光客青董啊，意思講它有慢慢的特色越來越具體，越來越聚焦哦，不是只是。吃而已，有沒有？大家一般的觀光嘅地方就會試東西聽聽哈，所以今日大家咧少介紹係啲，還有20人嘅介時間，大家做地去到新北市客家文化燃起，好好咧看下線上幾條少介介展覽吼，非常介精彩啦，有意思哈。其實但講係安永婷婷哦，還有其他嘅展覽也非常介有意思，所以繞上大家先聊下。所以感謝線上嚟到鴉片哈，我們等一下回來介紹一下其他嘅展覽。好，你先聊下，你等下就再講。今日咧，福氣咧同你所有嘅鄉親朋友去到新北市嘅客家文化燃起來看展覽咧。上團節目所介到非常嘅豐富，兩團強壯。客家兩團老師有一些關係，今日分享你點解來賓佢寫呢個毛奇先生分享。大家好，我是饮食作家毛奇。耶，歡迎毛奇老師，好棒哦！這個飲食作家，你知道哈，就代表跟吃很有關係，但他又很有創造力，然後又是作家，對，哇，真的太開心了！今日都得有請到毛奇老師來到鴉片。好的，你上團節目有講到，對不對？我們在2樓的時候，的地方有個藍染的空間。不過呢，我們上一段節目算是留了一個伏筆，因為我們沒有告訴大家，我們1樓有什麼。1樓有嘛改？其實1樓的展覽一樣非常非常的豐富，對不對？真是1樓。那1樓的展覽嘛，係從呢1年開始。那個新北客家區啊，那個同下邊啲神槍經費，嚟到3徛5寮一個地方嚟做地方創生，就是地方創生。係啊，做地方創生嘅時間，看到3徛5寮一個地方，一個小小的村裡啊，有差唔多60%的50%到60%以上的客家人。OK。過有7年嚟都3檔行啊，拄到幾多年，我同佢講下。係啊，但係八公廟，我拄到幾多客家人。因為一開始大家會知道，個地方應該有蠻多的演出名，唔講而家意思講，哇，這大家都同意講客家話。係冇錯，因為要了解迄片嘅客人啊，喺日本時代嗰片嘅，因為愛做裘腦、捲腦，故所幾多客家人從桃園啊、新竹搬過來，故所有些人講去鳳、講去柳橋、講西燕、講鳥片嘅嘛有喎，啊我就幫將五寮啊、叉腳、叉角、游牧、竹輪鴉片都有超過40%以上嘅客家人嘅村裡，我們就請到亞視的客家人，客家嘅3日就像種柑咩嘅，種梨嘅筍，就竹筍嘅，還有種茶嘅。還有做蜂蜜嘅客家人嘅青農2代，係都係前代一次喺度上年，鬼有次係嘛會講一些客話，嘛講係喺下年咯，我會做客家嘅師傅，係要前言嚟向下嚟做一檔嘅展覽。啊，做展覽嘅時間係要同策展嘅嘉樂文創喺討論講，
饮食省饭客家，生活客家，饮食人以食为天嘛。你想讲，吃东西吃饭要有创意的吃啊。策展团队同来讲，有看过深夜女子厨房嘛？你 Google 又看到毛奇老师深夜女子，我们说就是你做的设计哈，就请到伊来针对我们三家客家人做的三样，像甘妹啊、蜂蜜啊，是来做一些创作料理。毛奇老师，你要不要分享一下？就是突然间这个 Silken 请动你一个时间，你那时候的感觉是什么？做这个案子嘛，就我那时候能够做到这个用那个客家浅山物产，然后来做食物设计的案子，其实我实在是太开心了。怎么说呢？因为其实我大学的时候念的是交通大学的客家文化学院，所以我敢说，我可能是台湾的食物作家里面少数有做过客家人类学田野的人。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老师，就是因为我们要毕业，就是需要修一个客家文化导论。那对，所以要读陈运动客家人啊，然后可能大家都会唱客家本色。然后我们去了非常多的桃竹苗的客庄，因为我们学校就在新竹，所以导师像就是庄英章、罗叶石老师一起去开这门课，所以我们那时候所以有很深刻的理解。可是毕竟那时候我们还是大学生嘛，所以大学生就是老师在前面讲，我们就在后面吃东西。所以对我来说，那个客家田野或者是说那个客家文化体验的方式，在我还不是很懂的时候，就是透过吃东西，我就觉得猪油很香，佛菜实在是太神奇了，怎么可以有一个蔬菜是从新鲜然后到那么干，都各有做法，这样，这算是我的一个启蒙。所以接到那个我是透过甘乐文创收到这个邀请，有时候我就觉得哇太开心了，就是我就是能够透过把食物当成一个媒介，而且这些食物是真的就是三峡这个地方，三峡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地方，然后这些移垦而来的客家人，然后他们跟山林，然后跟原住民打交道的这些物产拿来做料理，我觉得很开心。这样，对，我觉得听毛奇老师这样讲，你们觉得好，我自己也觉得好兴奋哈。一定共识采访啊，你会收给客家文化本台家地。我觉得吃就是最接近台家的一种风俗，对不对？你说今天要同台家对，你是客家文化，来，松口，然后我们这边上课，对不对？大家都睡着了。但是吃就是我们每天都要吃，然后你到国外去旅行给时间，吃也是你很容易接近这个族群第一个很直接的方式，对不对？你就让压客家的食物，好，这是客家的米食，你就是这很亲近，对不对？我也觉得很开心，深夜女子的饮食作家，我觉得这真的很棒。而且刚刚毛奇老师要共斗，就会他本身因为学了很多客家的东西，然后他再结合吃，然后再结合一些创意。对，因为传统的部分我们听说有保留，我们已经做很多，但如何用比较创意的方式，然后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人，我的意思，我们的触角可以更展开。好，我觉得这就很棒，所以我们1楼是不是就有很多这样的展览内容？冇错，对啊，一开始就你去地方就看到，三家嘅客家人用的来的，第二部分就来讲到的强年的三样，第三部分就係毛奇老师做的，不同的客家，就是跳脱油咸香的印象，加入一些创意的料理。最后一部分就按展览讲到，我们有年节会推出一个礼盒。然后呢，把这些青年的，你说的是这个吗？对，把青年的产业，蒙抽，甘妹果干，然后还有蜂蜜柠檬的糖果，还有最后就会散开甘妹种清新甘种的茶叶，碧螺春，蒙抽。对啊，也是用这些元素，老师也做了一些料理餐桌。是，我觉得人就是这样，你看到这就很兴奋，就想要来买，就想要过年就想要收，而且我觉得过年送礼轻松优就是你真的打开之后要很务实。我讲一个，我觉得台港堂的可能不是很中听，就是我很怕收到大量的饼干。我的意思是，就是固定那种礼盒，但是像这个你就会觉得哇很有特色，然后又好像吃起来蛮健康的，按个给港狗对。回到毛奇老师这边，你看他跟食物做连结，对不对？我知道第一个你处理的很有特色，就会蜜奇某黑某。
对不对？是不是有一个是蜜奇摩？对，蜜奇摩就是那个使用的指定物产其实是蜂蜜这样子。那我们知道蜂蜜它其实就是它蜂农必须要把它蜂箱放在山林里，然后去生产这个蜂蜜嘛。可是我就想说，如果你要做一个食物设计，然后你只是把蜂蜜淋上去，这样显得太没诚意了吧？设计在哪里？你的意思是说我如果拿一个甜点，然后淋蜂蜜，这样很弱，是不是？我就觉得我就愧对这个思考这件事，还是要努力表达客家特色，所以我就想到了那个蜜奇木。那这个其实。一般在讲会讲米苔目，可是我被教育过了，就是其实福佬人吃的米苔目口感跟那个客庄吃的蜜奇摩那个口感其实不大一样的。你觉得客庄的蜜奇摩给口感比较软一点，没有那么 Q， 然后它的形状上的话，那个米苔目其实会比较长一条，就像面条乌龙面，你就想有点类似像乌龙面，和蜜奇摩形状会短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其实传统的做法是把米浆然后过筛到滚水里，所以它形状不会那么完整一长条，然后你可以短短的，然后反而它吃起来就很滑顺，你就可以滑到喉咙里，而且是纯米，对，消化好，然后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再搭配一个用蜂蜜也做的像面条的东西，然后做成像柠檬蜂蜜的那个蜂蜜要怎么做成像面条的东西？就像甜汤一样，然后最后的巧思是因为这样做完之后，其实它就是个蜂蜜柠檬的米苔目，然后蜂蜜面条嘛，那还需要一点香气，所以就使用了那个客家庄很常见的香草左手香。这个我用那个左手香做了一个香味的泡泡放在上面，泡泡就是想要显得厉害，食物设计显得厉害，就是加一点那个大豆软银脂，然后打发这样。我糖都多给哎。其实安永，你知道吗？这个就是连摆盘，连它整个我们说色香味嘛，它已经清后色给，然后它又融合在地物产，蓬桶，对不对？刚刚因为少贤清黑有讲过，少贤一直强化我们在地的产物，蓬桶，然后又加上哈嘎跟米奇莫，然后。还有香草、青草的文化，然后看起来又很高级，很艺术，就是用一个比较当代的方式、现代的方式来诠释这个传统的饮食。这个东西吃得到吗？还是只能在展览里面看到？希望未来有机会吃得到黑某。好，努力，我可以把食谱给这个客家。我觉得要，我觉得这是下一阶段哈尼拜，好嘛？哈尼拜你可以是宽听听，我觉得哈尼拜要让大家。看到的，我会浅浅的拍。哪知道哈尼拜会谁到？黑某就开感就知道我们的毛奇老师中医东西吃不到，我觉得至少要吃得到。我们可以，我觉得可以卖，我觉得不是赠送，对不对？我觉得这是一个一环。其实松松就是12月份的时候有潘发通啊，就做主题市集嘛，有请毛奇老师来做一个油风，我们就做了设计的料理，其中另外一道苦茶油主题的我们用那种法式料理油封的手法，可油改成苦茶油。我觉得苦茶油，我刚刚讲客家讲苦茶油。等一下，茶油，这个对于哈港语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食品之一哈。我们得聊一下，你等下就来讲茶油。你上台节目绕墙的摩基先生的副英雄去做的是碰通蜜奇莫，对，然后小Ken说以后会很努力的，就是安永给东西都得落实到可以亲自吃到，要不然的话我们就只有眼睛吃，觉得不是很舒服，很想真实的吃到，对不对？不过第二段节目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上一段节目有讲到苦茶油。客家加苦茶油，共识开发其实苦茶油对我来说不陌生，可是我不太吃，因为我不太知道它要怎么吃。就是以前爸爸就会煮给面线，就是把面线烫熟，然后滴苦茶油，然后拌面安永色，你就知道哇，你看安永清孔天，够清后色，我就没有别的了。
我不知道还可以做什么，除了生喝之外啦，哈，就是我们故说亚拜苦茶油其实有特别特别嘅料理，从冇？这次的苦茶油在发挥上面的话，我就是想要做一个苦茶油的料理，可是它同时要发挥客家人保存食的精神。因为比如说怎么去保存食物，这其实在这几年饮食界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客家文化的关系，本来就特别善于这个保存食物啊。一个可能是他们珍惜食物，然后另外一个的话，以客家小炒为例的话，其实它里面东西非常多的海味。可是因为客家人大部分的客家人都是住在这个浅山地带，它是离海比较远的，所以像是鱿鱼干啊什么的，它就是会以一个干的方式呈现，就干货。干货对，那我们就想说，我。这道菜在做的时候，就是除了当然它好吃，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很适合跟那个读者沟通，说我们怎么去保存食物啊。所以这道菜做出来之后，有在工作坊就是亲子互动，小朋友都很喜欢，所以我是觉得蛮开心的。那简单讲一下苦茶油这件事，我自己对苦茶油其实是有觉得蛮特别的情感哦。这意思是说，你想看看苦茶油其实只有我们有，对吧？你看日本人也不吃啊，对。那而且苦茶油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树木的果实，它不是一个草本植物的果实。我们大部分使用的日常用油，比如说大豆油、芝麻油、花生油，它都是1年生、2年生的作物，弄完你就要拉掉变肥料嘛。可是苦茶树不是它常常就是跟茶园在一起，然后它很永续。它1年长过1年，它还有老虫哦，所以我们这次使用的那个苦茶油，其实就来自于大埔制茶厂，它也是当地好几代的在做茶加工，他们所生产的苦茶油，所以我觉得很适合，就是跟大家在聊，比如说山林永续的时候，怎么去用这个物产。然后，可是大家可能的障碍，可能也是在于说，这个油的味道很丰厚、很浓厚，我到底要怎么样去用它？除了拌面线，我阿公也是拌面线，那所以我们就其实。味道浓厚有它的好处啊，就像那个意大利的橄榄油，我们就可以用油封的方式把这个苦茶油的风味渗到食材里哦。对，所以像示范工作坊的时候，我第一道其实就是用苦茶油，然后低温，然后把那个油盖过食材表面，就盖过那个大蒜，就用低温慢慢的去把那个油的味道煨进去，然后大蒜也会变软，这个连小学生都很喜欢。他们就说从来，我刚以为你说连小学生都会，我刚刚有点紧张，我想说，我就是做好给他们吃，他们在旁边看。对，因为第一段节目小朋友做来的，我看到这个连小学生都会，我想到糟糕，我好像不太会。可是小学生很愿意试看看，对，然后就是因为这样透过那种低温长时间的转化之后啊，那其实那个食材就会变柔软，然后还会有苦茶油的味道。那它也可以，因为油它可以隔绝空气，所以有基础的那种保存的效果。那你就可以放在冰箱，那你就可以多放个几天。可是因为我的食谱里面有用的比较新鲜的比如说虾子那还是不能够放太久。可是它会有苦茶油的味道，是这样的料理。对，等一下，你有吃到吗？没有，对不对？有闻到，你有批斗黑吗？老师，你刚才是不是已经把这个我们便利贴里面这个油封的技术讲了？还可以再继续讲。对，你要再帮我们补充一点？可以啊，对，就是油封这个概念，其实它一刚才发明的算是法国人，然后它其实意思就是保存，用低温长时间的烹煮，真的是低温哦，低温大概就是一个摄氏大概90度左右而已，这样子，鸡蛋会熟，可是还没有到滚的那种程度，可它会煮好几个小时。那他们常见的做法就是，比如说明菜油封鸭腿，就是他把那个油里面加入香料，还有加入盐巴，然后那个鸭肉比较嫩嘛，就是比较韧。那你这样长时间煮之后，就是鸭也会变得柔软，然后因为低温水分不会蒸发就会变得很好，所以放在罐头里可以放很久。那其实我觉得他们有一个鸭的部位是更能够体现这道料理的长处其实就是鸭胗的那个
它就真的变得很软，很好吃。是，对，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应该也可以拿苦茶油拿来封一下我们的鱿鱼干跟豆干吧。哎，很想尝试一下哦，因为我们对苦茶油的味道，它味道很明确。我的意思说很。所以它不是说好香哦，它就是一个很特殊的需要学习呀。对，然后如果说经过像毛奇老师的巧手，还有做油封的技术在里面，你真的很难想象苦茶油这样的结合会变成什么样的咪西。它就是变成像是一道料理的酱汁啊，你可以这样想。所以在那个展览的影片示范里，我就是把它拿来做那个酿豆腐，把它塞在豆腐里面，放在上面，再拿去蒸。那这样豆腐就会整个就会香香的，又有鲜味，这样。真的连听起来都觉得非常的美好，太棒了哈！我们大家有你含义哦，除了还是跟港麦有关，巴斯克小山丘这个。冇錯，其實港妹啊，鴉片的港妹三間係都有講到鴉片的含義，都鴉片 Q 腦，不過樟腦後面沒有了，有一些年就種茶，還有種港妹，還有種竹筍，種港妹嘟嘟哈有嘟嘟有啲含義，一個什麼誒？中正式接班家里的2代果農姓魏，那我们就跟他们合作啊，那个种橘子的啊，也就是给毛奇老师一些构想，搭配现在那种像很红的那个巴斯克蛋糕，还有都排队的，然后呢，对，很红，而且我们那个就是职人，就是那个果农2代，他也会在我们园区进驻，教大家做橘子清洁液啊。对，我们的每个礼拜1月都会开，没错，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粉专，做港妹的清洁液。哇，对啊，然后毛奇老师也因为橘子的关系想到，原来可以做一些不同的料理甜点吗？是，对啊，是甜美。是，就是那时候拿到橘子，我想说，我可以做什么呢？因为橘子要再做咸的就有点辛苦了，所以我就想说啊，那我就想回想我对于这个橘子的印象，因为我在新竹念书，然后秋冬的时候跑出去玩，我印象最美的就是台三线的丘陵都是橘子园，真的很漂亮。我也觉得，赞同，对，樱桃真的漂亮。然后所以我就想说，我就做一个蛋糕，因为蛋糕烤过之后就是那种像土堆的颜色嘛，就是那种黄色、咖啡色，然后把它做成像山丘的形状，然后撒上那个三峡碧螺春的茶粉然后再配上那个烤干的橘子片和橘皮，这样就是一个就是用一道蛋糕甜点来表达我对于这个橘子的心情，这样子表达对橘子的敬意。对，你看糖豆鸭哈有没有苦茶油、港妹，对不对哈？然后刚刚还有讲到蓬头，对不对？所以其实对于小客来讲，真的是亲努力去推广周代工，就是在那里的青农的产品就这是真的是完全是完整的一个配套的大力的推广。对，那除了这一档展览之外，接着还有新的一档，从吗？冇錯，就是我們這一檔到2月29呢年份啊，呢年代3月開始到6月，3月開始到6月這段時間，用職人客家，就是強調就是職人的部分就像有木那個3卡個地方有做木作的行業。還有做竹藝，竹子做成家具，那個竹藝大師香來，以在五寮國小，就是五寮在地的國小，整個屋檐到全部的，還有一個竹屋自己搭的，那個賴老師自己搭的，我們也找他來策一檔展覽，還有產伐。就是閩南話叫春阿灰蠶花對，我們也要找蠶花老師，我們做就是客家人在以前那個婚宴喜宴上面會用那個絲線纏繞，然後做成一些，其實像那個它現在傳統工藝都有把它做成比較文創、省發、比較生活化。小花朵紅。然後我們用這些概念、職人的概念來策一檔下一檔展覽，告訴大家三卡鴉片的哈嘎尼有這些息息相關的就地取材的概念，然後可以發展成一些傳統工藝。然後還有不會明年每個禮拜嘛有職人進駐哦，嘛有每個禮拜都有 DIY 的發通。哇，好忙哦！真是，不過今日大家都分享的是因為你下新年嚟嘛當然嘅，大家要按用嘅展覽，今日小客嚟到呀，毛奇欣賞嚟到呀，同大家小嘅按到精彩嘅東西，希望大家有時間嘅時節真的就是禮拜1到禮拜日都做得，我去到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來行聊聊，可能到底有用啲好食嘅好搞嘅展覽，所以今日當感謝小客，謝謝毛奇老師，感謝。好，睇你下來，讓下你所嘅向前票向下來做人堂了。
好看福喜类咧节目嘅乡亲朋友，我記得去到呢個免數咧傾站哦，還有天熱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也記得留兩個影片分享出去哦。